MT、GT、Sales、Back Office 定係政府工？揀邊個方向好啊？冇讀過 IT 都可以入 IT 呢行？大家又有冇諗過讀 nursing 精算唔做返本行都可以有唔錯嘅收入呢？ Fresh grad 揾工唔想走冤枉路，咁就要聽下我哋嘅分析啦。呢個主題我哋會分做兩段 videos。呢一段呢，我哋就會先介紹 MT 同 GT， 而下一段就係 Sales、Back Office Roles 同埋政府工。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職場 ICU， 我係 Karina。我哋職場 ICU 呢個 channel 係一班既做過 in-house HR 又做過 headhunt 嘅小樹去組成嘅。咁大家人生花得最多時間係咩呢？咁我相信一定係返工啦。咁而我相信咧，大家喺所有關於揾工啊、見工啊或者職場關係等等，都會有好多嘅問題、好多嘅迷思。咁因為我哋係 in-house recruiters 啦，咁亦都做過 headhunt 啦，咁經常咧都會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打交道嘅。咁例如 HR 啊，或者 hiring manager 啊，咁我哋呢個 channel 咧會為大家多方面去分析啲問題，同埋去解答大家嘅迷思。咁如果你有咩問題嘅話，歡迎大家喺下面留個 comment 或者 DM 我哋會盡快答返大家㗎。相信唔少職場新人都會 apply 返10個8個 MT program。咁 MT 咧簡單嚟講，即係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通常都會係一個為期2至3年嘅管理層培訓計劃嚟嘅。而傳統嚟講，會請 MT 嘅公司主要係銀行、半公營機構居多。喺計劃期間，你會有 job rotation 嘅機會，意思即係話咧，你會有機會 rotate 到喺一間大公司入面唔同嘅部門去體驗同埋實習佢哋嘅工作，例如 HR 啊、marketing 啊、sales、operation 等等。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被安排到某一個指定嘅部門。公司會保證你可以喺特定嘅時間內晉升到管理層嘅。咁做 MT 有咩好同唔好呢？優點當然就係作為一個零經驗嘅 fresh grad， 你嘅起薪可以一下子就上到去3、4萬。但係留意嘅係咧，世界咧就冇免費嘅午餐嘅。我哋聽唔少當年做 MT 嘅 friends 都係晚晚做到9點10點先放工，又或者係咧，當年譬如 intake 30個人，最後咧1年內走咗起碼一半人啦。咁當中嘅原因咧就不言而喻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好有決心向上爬嘅話，咁 MT 呢條路咧就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啦。但係都要留意翻，我哋聽翻身邊嘅朋友講，唔少 MT 咧其實最後都係安排你去做 sales， 所以大家咧就記得要揾下機會套下 HR 究竟係咩情況啦。另外，我哋喺市面上都見到有唔少嘅 MT program， 但大家可能要留意翻究竟邊啲係真 MT， 邊啲係偽 MT， 因為咧我哋見到有啲咧真係服服地㗎。另外一類咧就係 GT program 啦。GT 可能經常會同 MT 混淆。GT 即係 Graduate Trainee Program， 意思即係畢業生培訓計劃。應徵者咧會喺為期1至2年內嘅計劃，被安排到某一個指定嘅部門，進行嗰個部門嘅專業技能培訓。但記得GT program 咧就唔會 guarantee 你升做管理層㗎。起薪點咧，亦都會同 MT 咧會有段距離嘅。簡單啲嚟講，GT program 純粹係提供一個機會俾 fresh grad 入行，去學一啲嘅專業行業嘅相關技能。好，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大家記得留意我哋下集啊！我哋會介紹 sales、back office roles 同埋政府工，有好多實用嘅資訊要 share 翻俾各位同學仔知。記得 follow 實我哋嘅 channel 啊，唔好錯過啊！相信各位同學仔啱啱畢業出嚟揾工都會比較迷茫，或者基於對工種或者係市場嘅未知，
未係好100% 確立到自己嘅方向，究竟揾咩公司啱自己呢？又或者你心入邊理想嘅工作，現實中係咪猶如你自己所諗嘅一樣呢？我哋都好想幫到同學仔去釐清自己嘅求職方向，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會提供5個免費 one-on-one 嘅 consultation， 到時會幫助同學仔根據返自己嘅性格、興趣同埋呢一個教育背景，去揾返自己合適嘅求職道路，提供返行業資訊。如果有興趣嘅同學仔，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之後 DM 返我哋 mention 返 one-on-one consultation 啦，我哋會盡快覆返你㗎。